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十八 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伫咧台北市内湖有一间诊所，本地是要甲民众注流感疫苗，却甲人注做是莫德纳疫苗。这间诊所也已经向要求讲，就要暂停注射1天。另外，伫桃园市的复兴区罗湖高中，昨注公费的流感疫苗，有14个囡仔注了后出现头晕的症状，送病院观察了后，也登记处理休困。救护人员赶去学校，把身体有状况的学生赶紧送去病院观察。桃园复兴区的罗湖高中，17有176个学生注公费的流感疫苗了后，14个人出现头壳晕等等的症状。伫病院观察了后，登去处理休困。18早起已经登去学校上课。截至昨天晚上，已经有13位同学回家休养，1位同学今早出院。我们都一直持续会和家长保持联系，关心孩子的身体状况。学生或者是民众在接种疫苗的时候，记得要吃早餐。那前一天请勿熬夜，放松心情，避免晕针的情形出现。卫生局研判，可能是学生伫注射进前伤过紧张，才会致使哪像是集体晕针的现象。台北内湖的一间诊所，16甲一个原本要注流感疫苗的民众，注定打去注作是莫德纳，到在暂时是无爽快现象。因为流感的疫苗的针啊是一体成型，就是那个药已经弄在里面，连针什么都连在一起的。莫德纳的那个针是要自己抽的，他好像打下去，他才发现他拿错了。加在这个民众头一档注的是 AZ 疫苗，注了嘛已经超过9礼拜，还未注第2档，去互注了唔对去，等于是第2档先注别个牌子的疫苗。目前这间诊所为18至24暂停注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而且拢总会有292个民众受到影响，爱转去其他医疗院所注射。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的空军基地今日举办 F-16B 战机的接装典礼，现场嘛展示 F-16B 的飞行性能。总统蔡英文亲身到现场，蔡总统表示，这摆的军备提升是台美之间友谊稳定，甲咱航太科技提升的证明。恭请总统向斗志昂昂的空军健儿挥手致意。12台 F-16V 战机以空中分地式的方式4台一组飞过典礼现场。落尾以单机的方式伫天顶抛练斗，表现多倍的飞行方式等等，各种高难度的飞行动作，就是咧展现强大的性能。不管是滑行或是落地方面的话，就是会更稳定。那在远距离的对空作战部分，因为雷达也有改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更远的看到敌人。逆中图层方面的部分的话，也会让敌人更难锁定我们，那也会争取我们的战术纵深。总统蔡英文嘛到现场教阅 F-16V 地面部队甲机上的装备，嘛颁布犒赏金感谢国军。去年永鹰首飞 F-16维修中心揭牌，再到今天的升级叠装，都代表我们航太科技不断的提升。这摆 F-16V 性能提升案是由咱台美之间来合作完成，这是展现咱台美之间的友情稳定。另外，国军守护台湾辛苦，总统蔡英文嘛对国军也有因出来的人表达感谢。记者国军谢国林嘉义报道。国安会秘书长郭立平今日表示，拜登甲习近平的视线峰会了后，美国总统拜登有2届表达台湾要由台湾人民做决定，呼吁到蔡总统的4个坚持。另外又讲到中共若准拍台湾，可能会用上紧的速度来防止别个国家介入。不过美国有联合其他国家的军舰，拢伫咧台海活动，目的就是要阻盖中国的野心。斩首行动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包括他宣告封锁，也有可能包括这个联合的火力打击。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18日欢迎备询的时阵表示，中共若做要武力犯台，会采取各种快速行动，让其他国家未赴介入，想要造成现况改变的事实。不过郭立雄坦白讲，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军舰伫台海附近巡逻，都是爱中国放弃犯台野心。以军事力量的一个存在来告诉中国说，如果你试图用
用武力的方式来改变，会有招致不可预测的后果，来让他理解这个代价过于高昂，而因此能够以理性的判断来打消这样子的一个念头。美中领导人视讯峰会了后，美国总统拜登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美国支持台湾关系法，佮强调伊是独立的，由伊家己做决定。不过后来佮讲，美国对台政策无改变，无鼓励台湾独立。郭立雄认为，重点是伫个拜登两届拢提起到由台湾人民家己决定。其实我比较有兴趣的是那一句 "It's independent"， 因为他用 it 哈，所以这句话有点含糊。不过基本上来讲，我们看重的是他后面的那一句话，他说这是由台湾人民做决定。美国的态度也非常的清楚，他们认为在习近平一人决策的这种态势之下，那就经由美中这样的高层的对话来互相理解对方的双方的态度，是降低误判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手段。郭立雄认为，拜登的讲法回应总统蔡英文4个坚持，尤其是两方互相无看解，美国完全无意见，南方也乐见美中对话，避免错误的判断。记者综合报道。自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今日挂牌运作啊，这已经是对2003年伫斯洛伐克设代表处到达，咱搁伫澳洲设代表处，而且这回唔是用台北代表处哦，是用台湾代表处。自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8正式成立挂牌运作，代表处内部原来首先公开，咱国国旗甲立陶宛的国旗放伫中央，上个花篮用中文写入厝，边仔也阁有台湾的乌形的图。现任驻拉脱维亚代表黄君耀是头一任驻立陶宛代表，伊也甲主管人员做伙翕相纪念，见证两国合作，写入历史性页。驻立陶宛头一任代表对家己原来有期待。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持续的推动。台湾跟立陶宛在经贸、文化、科技等等各个面向的合作关系。自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对咱国有重大意义，这是欧洲国家中头一个用台湾称呼的代表处。立陶宛唔惊中共的威胁，当地筹备伫台湾设立经贸办事处。这6项 MOU 大部分都是有关于科技跟金融等等相关的合作，所以我想我会将来会以这6项 MOU 为基础来推动台湾与立陶宛的实质关系的发展。国发会主席景明鑫顶个月带跨部会去中东欧进行经贸考察，最后一站就是到立陶宛。双边迄个时阵签6项 MOU 合作备忘录。外交部表示，两国伫半导体、雷射、金融科技等各项产业领域有真大的合作空间，会以合作备忘录做基础，密切规划合作的蓝图。自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即马开始会负责立陶宛全境包含领事这业务，也甲自拉脱维亚代表处共同推动甲波罗的海3国的实质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今日选委议题，搁再受到政人讨论。就立委建议讲，台北的都市机能已经进步啊，建议总统府就爱选去高雄的魏武营。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总统府今日选，除了有政治意涵以外，也着爱有长大规划。不过学者认为讲，重点唔是首都伫倒位，是产业的布局。魏武营是高雄重要的艺术文化中心，风景水4块回北地看。民进党立委建议总统府南迁到这，也会当号名艺术森林总统府。长期我们台湾的政经发展都集中在北部，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怎么样让台湾平衡。我想您的意见我们会带回去慎重参考。科技界认为总统府南迁会当平衡国土发展、消除东北轻南的问题。也不过其实你看17年总统府向当时担任高雄市长陈桥借用空间，伫高雄设过南部办公室，位置选伫凤山行政中心3楼。当时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出席启用仪式。一直到韩国瑜担任高雄市长，总统府南办将之借用。即马这个议题各方提起，现任市长陈其迈无明确表态，只讲需要登记规划。总统府要不要南迁？这个除了说有政治的意涵，当然也是一个必须有长远的一个规划这样来对整个首都资源的一个配置。学者分析，各国首都选举考虑的是历史意义甲地理位置，若要迁都，也是因为天灾等明显不利因素，也是军事考量。那台湾北高产业问题无伫首都位置，而是产业布局。总统府下来，并不会造成大企业跟着总统府下来，就好像新竹科学园区有这么多科技产业，它也在新竹啊，也
也没有都围绕在台北啊。立委推荐总统府迁到卫武营，除了兼顾国土平衡发展，也相当技术亲民。总统府对立委提议表示会深深参考，也毋过迁到设计层明确，恐惊无遮尔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今仔早起有一台区间车向庆烟，车厢内面有烧塑胶的臭味，列车是赶紧停伫彰化站，甲旅客疏开。另外，地表这个大山车头是发生电车线歹去，大约有1500个旅客受到影响。一班火车停伫咧月台边，台铁2004班次的区间车，我早起8点的时阵传出大火，乌烟是一直冲出来，规个拢是塑胶味。这辆车紧急票伫咧彰化站，马紧疏散乘客。台铁是回应讲，火车无导火，是庆烟尔。车下这个一次黄啊，过热它是橡胶的，那过热以后，那就会冒烟。啊，那冒烟以后，因为车辆已经如果在行驶的话会有危险，所以我们决定说在这个彰化到台中间这一趟车来办理停驶。因为火车无法度搁驶，台铁随家拖转去机务段修理。不过伫过程当中，搁发生转弯的时阵突然的情形，加在无影响到正线的通行。另外，台铁苗栗大山站早起7点外的时阵发生铁基路顶悬电车的线故障，致使大山站到后龙站未通，影响1500个旅客。目前已经恢复双向通行，那故障的原因也要调查。台铁都没有改，也没改啊，所以它的缺失完全都存在啊。我们有改哈，有改没有改好，这里对。这个没有改好啦，改善的幅度还有待加强。台铁小连续传出故障等等的事故，今年已经发生至少5件火车庆烟的案件。台铁局长杜美早起去立法院备询的时阵表示，会针对共型号的车甲 EMU500的车身来做特别的检查。嘛有立委呼吁讲，台铁都要较顶真的配爱变较严的，唔通互旅客对台铁安全问题无信心。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王国材昨出席科技产业汇报，就讲到未来环岛可能只要开1点钟的时间就会驶路，所以引起众人议论。王国材今日背回讲，这只是举例尔尔，强调科技进步有无同款的可能性。另外，也有立委要求讲，这高铁基南站就要大声处理。交通部表示讲，新提出的第5方案，在地有真大共识。位伫宜兰县议会正对面的这片土地，当地有几间民家厝，都是宜兰高铁延伸方案的第5案有停地。都伫观众中心南方350公尺，交通部拜3到地方开座谈会了后认为，这个案伫地方共识悬。那最近地方意见收集顺利确定，就会进入环评阶段。这个案如果在站址确定后，它就进入环评的阶段哦。所以它真的定案会在环评确定以后才是会真正的定案。高铁宜兰站址也未确定，也毋过交通部长王国材拜3出席交通部科技汇报，讲到美国当日发展无空气阻力的高速公道列车时速超过1000公里，以及个台湾铁路用高速公道列车宽度只要1点钟，呼应伊过去高铁宽度毋是梦的讲法，互立委支持伊是咧画大饼。高铁环岛1小时不是梦，那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有点这个画大饼？这完全误解，不是说要放到我们高铁，那我们只是讲说科技未来是。无穷的一个可能哈，并没有说要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网络里面。其实，伫去年11月，美国运输技术公司威登就伫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沙漠进行超回路列车的头一摆载人试验，列车时速上悬会当达到1080公里，相当上向飞行机的2倍速度，加高铁的4倍速度。开发商宣布，回路列车有机会伫2030年就路营运。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随着科技进步，有无限的可能，也毋过宽度1点钟只是举例，并毋是交通部目前伫高铁的布局。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成大病院进前逼出讲，有一位医学院2年的学生囡仔无医生执照，缩伫咧手术房内面，甲病人舔空嘴。台南市卫生局介入调查了后，今仔日证实已经违反着医疗法，甲成大病院罚5万块。有关成大医学系学生进入手术室一案，经本局查，该院未确实督导所属医事人员依法执行业务，本局依医疗法第57条规定，裁罚新台币5万元罚锾。
卫生局表示，代志发生了后，有要求病院就要做出解说。先代干那解说讲，学生是有伫医生带领之下进行填空嘴。卫生局认定讲这有违法，也甲病院罚钱。伊也呼吁病院执行临床教学活动的时阵，就要遵守相关临床实施的原则。伫咧去年，台中有一间中医诊所违法伫汉药内面甲人套盐，造成病人盐中毒。这46个受害者当中，有一位姓张的小姐，伫这个月初来过往啊。受害者加这死者的家属今日了开记者会，希望公部门就要介入来替因讨公道、讨赔偿。伫台中真出名的成东中医，去年违法使用烟弹甲注射掺入去药仔内底，致使46个患者中毒。过一年，还是有侪患者伫咧解毒的疗程。不过，其中一个张小姐，煞伫这个月初2不幸过往，甲伊伫咧同一间病院做治疗的另外一个受害者，甲伊互相扶持甲鼓励，即马也是感觉真唔甘。不止腹水，2只脚也水肿，那整个人的精神状况就越来越差。他跟他的先生说，他想回家了，所以回家后没多久，11月22号就往生了。张小姐因为得到灵癌，接受成东中医的治疗。院长李世明煞伫咧患者唔知影情形之下，甲烟弹掺入去药仔内底。张小姐哪像是因为烟中毒，病情恶化了愈紧，癌细胞转移了后，就安尼行去。18受害者甲家属召开记者会，批评成东中医，甘愿开钱请3个律师，嘛要互受害者合理的赔偿。一天的医疗费，这起码就6900了，一住要住2个礼拜，一住就半年多了。到目前为止，你们出面表达各大的诚意。受害者委任律师罗永安表示，这是真罕见大规模的药物毒害事件，都无鉴定到达，要是无公部门来介入，会听报检方甲法院，请求法医研究所来协助，嘱托法医研究所来鉴定，好有没有加速好生命历程好终结的这种情况。法医研究所在以前的部分的实务案例，其实是会接受鉴定的。成东中医的院长李世明，伫中头进前是也无回应。目前伊因为违反医师法，执照证照已经向废除。即马张小姐过身，其他的受害者寻求外界协助，希望会当赶紧看到真正的正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桃园新竹又传出讲，有各类嫌犯摕到伪造的处方签，佮讲因的健保卡拍无去啊！伫北部地区药局诈领3个月爱困药啊，有一寡药局已经去互骗去。初步了解讲，已经有10外间的药局受灾殃，大约甲人骗是300多粒的安眠药啊。究竟讲摕遐尼侪安眠药啊是要创啥呢？警方也当来调查因的动机。这个戴帽仔穿乌衫的查某人，摕药单去新竹的一间药房，一届就要领3个月，差不多90粒的爱困药啊。不过药师发现讲，这个药单看起来怪怪，感觉真可疑。那个处方签也印得很粗糙，然后他来就说这样子可不可以领那个管制药，4级的管制药？我是跟他说我现场没有，然后他就说他要走了这样子，感觉背后可能有集团控制这样。药师感觉讲，这个负责人一个手要领遐尔济爱困药啊，恐惊是无单纯，所以赶紧甲药师公会通报。结果发现讲，最近这几天早就有药局拄到同款的情形，已经有发真济爱困药啊出去啊。而且毋但是新竹，包括苗栗，还佫有台北市南港，嘛有药房拄到类似的情形，拢是摕假的药单，讲健保卡拍无去，当伫补办，而且摕机票讲伊赶要出国，所以爱3个月爱困药啊。目前桃园新竹苗栗至少有10间药房互骗去，发出去至少300粒的爱困药啊。管制药品就不应该一次给他时间那么长的天数那么高的药，那他就是只能3天。好，就是因为这个用药安全的顾虑上，哈，因为我们一般不会去做特别说，因为每个人都是来道理的。可是对用药安全本身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些防治规定。可能他只是单纯睡眠不足，他希望使用这个药，但是有一些歹徒他是会拿来犯案的，他可能是拿来作奸犯科的，甚至有的是吸毒的。因为史地洛斯这种爱困药啊，是4级的管制药品，要摕到是真恶。公会讲，乌市伫咧卖一粒会当卖到40块，甚至较贵的会当卖到200块。要若敢是有专卖，警方还佫伫咧调查，都惊有人想空想芳，用别人的名去诈领这种管制药品。健保署已经要求爱严格审查，嘛呼吁民众这是违法的行为，可能会涉及伪造文书、甲诈欺等等的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第29届无国界记者自由奖今日公开得奖名单。中国公民记者张典因为甲中国武汉发生疫情的现场状况报道出来，却互中国政府抓起来，而且佫爱关伊4档，所以颁发予张典勇气奖。另外一位独立奖是颁发予受到以色列限制提供的巴勒斯坦记者。把手机关了。 我叫你把手机关了，你不行我就给你发火了。我不允许你录，你再录我就给你就咋了？看到有人咧录影，穿蓝色灰衫的国防人员是真无客气。伫摄影的人是中国公民记者张典，伊伫去年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的时阵，甲当地第一手观察到的情形公开予大家知影。即天暗时啊，伊去汉口车头外口，讲到当局要求民众都爱付 PCR 的证明，不过检验的费用爱180块的人民币。 已经几个月拢无收集的人，根本都无法度负担。这次疫情对人权的极大的迫害，以至于说很多人咬咬牙也要做一个检测来证明自己是健康的。伊讲伊感觉真绝望、真惊吓，不过总是想要尽量替这弱势的人加讲一寡话。这个影片伫去年5月份传起伫网络，过无偌久伊就互抓去，判4年有期徒刑。伊伫监狱内底绝食抗议，甚至有性命危险。 面对威胁甲阻挡，勇敢捍卫采访权，可以摕到2021无国界新闻自由奖的勇气奖。Et il nous a semblé qu'elle incarnait le courage et la détermination à apporter une information décisive sur un sujet qui évidemment est d'intérêt global pour l'ensemble de la planète. 张展提醒我们，中国当局是怎样控制媒体、阻断信息、封口抓人、掩盖、扭曲。 混淆、模糊有关这场世纪瘟疫的所有真相。无国界记者组织18公开新闻自由奖得奖的名单，摕到独立奖的是巴勒斯坦的记者哈辛娜，伊去予以色列禁止离境2年，行动受到限制。不过，要是持续伫报道，展现分析的态度甲坚持的意志。 也来影响到这个奖，是颁予飞马计划11国80多个记者组成下国的调查团体，查到11国的政府利用间接软体飞马监视约200个记者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美国，当年有超过9000人因为食酒塞车来死亡。拜登政府进前有通过一个基础建设就业法案，内面就写着上紧对2026年开始，所有伫美国轿车拢爱装监控设备，防止民众食酒塞车。美国总统拜登17前往底特律的机移车厂视察，后一天也到通用汽车参访，佮亲自驾驶。这个厂推出新款的电动悍马车，亲自推广电动车政策。经济顶日，美国国会通过1兆美金的基础建设就业方案，其中将提供75亿美金，投入伫全美建构电动车充电站，希望就此扩大电动车消费市场。基建法案中也规定，上紧为西元2026年开始，所有伫美国境内行驶的车辆，拢需要加装会当侦测杜绝啉酒塞车行为的监控设备，就此限制车辆启动行驶功能。美国民间非营利组织早已经进行研发侦测装置，使用者只需要伫开车进前对着检测器方向分歧，就会当检查呼吸中间有酒精的成分，通过了后才会当发动车辆上路。This technology would prevent anyone who has been drinking and is over the legal limit from either starting or moving their car.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统计，美国境内当年因为啉酒塞车造成事故死亡人数超过9000人，比无甲安全带造成的伤亡比例较悬，甚至加做2021年就半年全美国交通事故伤亡主要原因。The safety benefits, therefore, are huge. I mean, the Insurance Institute for Highway Safety predicts roughly 9,400 deaths annually would be avoided with this technology. 另外一方面，新法也要求新车需要加装更加安全的车辆行驶辅助功能，像伫车辆偏离行驶车道的时阵自动提醒，也是伫着警方自动启动大灯啊。预计将用3年时间制定相关规范。公司新闻警完全编译。台湾的麦当劳对外发出公告，对11月24开始有一寡产品会起价，其中29项会起价，包含着煎的马铃薯条、煎鸡排，还有番麦汤，有的是起到2成，卖几套的起1块到5块，5项起上济是起1块。
台湾麦当劳表示讲，考虑到营运策略有甲绩效做调整，亲像点心饮料类有一寡起价，有一寡落价。对去年到单麦当劳已经起价起3届咯，其他素食业者敢会对咧起价咧，也引起民众关心。中选会伫今仔日举办第2场的公投意见发表会，正方由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出席，反方是由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中心资深副执行长李纯，双方针对着内底公投案表达立场甲意见。4大公投第2场公投意见发表会，18日嘛举行。正方这边由中共董事长赵少康代表，对中经院 WHO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赵少康一个开喙，就批评民进党政府推动愚民的政策，讲啥物主张反内地就是反美国猪肉，嘛是反美国。又个讲美国人拢会当食，安怎台湾人都袂当食，会影响台湾加入 CPTPP， 拢串讲迄个有空无损的。不开放莱猪就没有办法进 CPTPP。那请问开放就可以进吗？我们2020年去年8月28就开放莱猪了，为什么不立刻申请进 CPTPP？ 为什么还要晚大陆1个礼拜？开放含有来剂的猪肉进口已经有快11个月、快1年的时间了。如果今天这个公投案通过了，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把过去我们国家的总统在国际承诺要把它取消，要跳票。针对李纯讲，若无进口内地，就是互蔡政府违反承诺的这种讲法，赵少康是无咧甲囂，强调公投都是全民最高意志的表现。公投结果若是无同意，政府敢会当无照咧办？照民进党讲法，那是政治的最高道德我们将来2300万的前途都要由公投来决定公投当然压过政府了。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它的公投如果通过一件事情，它的政府敢反对的？用跳出国际的游戏规则以外的公投的方式，再决定一个产品可不可以进出口，这个是跟国际上面的绝大部分的游戏规则跟国家运作是相违背的。更重要是，如果大家都不按游戏规则，大家都用民意来决定产品进出，那台湾会是最大的受伤者。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赵少康还佫提出抗议，批评政府部门提出5800万，讲是替政府宣传，毋过煞是替百姓纳的税金来做宣导。所以伊认为讲，嘛应该发予正方这边才会公平。李纯讲，台湾若无遵守国际规则，若决定无要开放内地，都是无讲信用，要加入 CPTPP 就会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第2场公投意见发表会今仔日举行，针对着珍爱海草打击案，正方代表讲，起伫咧错误的所在会有风险。不过反方也表示讲，若准无起天然气第3接收站，减碳的时间就去前着。另外，重新启动核四枪击案，双方甲焦点放伫安全性来做论述。第2场公投意见发表会第17案重启核四公投的正方代表，继续由重启核四公投领头人黄世修亲身出席。一开始，黄世修个先对 S 段站监视是活动段站，到达佫无确切的科学证据，质疑反对方是煽动行刑。所以，就算你最保守的假设这些断层都相连，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那它会引发的地震动值是多少，以及核适的耐震值的设计是多少？所以你不要永远只停留在说它有断层，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你就在煽动恐惧。就算它 S 断层不是活动断层好了，就算不是93.9公里，就你们讲的2公里好了，重启地质调查，保守估计至少要4年以上。今天根本就不是蔡政府的原能会呢拒绝审查，而是连马政府的原能会都不敢放核四这张考卷过关。反方代表徐永辉嘛强硬回击，伊指出核四起20档一度电拢发不出来，佮强调核四厂本身有真侪安全疑虑，重启会面对真侪问题。第20案真爱海草打公投意见发表嘛是有来有往，正方由台湾万野新竹生态协会律师蔡雅莹做代表，伊指出大潭海草打的海域海象歹，伊讲起伫错误的所在会承担风险，同时强调三接并不是唯一的天然气起源。方向正确比速度更加重要。天然气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能源，它并不是一个恒久性的能源。希望在燃气接收站的选址上，能够不要去牺牲我们珍贵的生态。至少这个在外推方案已经确保了我们重要的大潭藻礁，它不会因为这样的开发案破坏殆尽，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
官方代表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理事长赵家伟嘛是有所准备，伊指出反核减碳佫一定爱用天然气，若是无删节，佫会互烧炭增加，一定会延误减碳的进程。佫讲到政府建议以台北港的替代方案不可行，距离公投投票只剩1个月，双方攻防愈来愈激烈。记者郭灿台北有台北报道。2009年莫拉克风台过后，高雄的水利局去年有去到桃园、宝来还有茂林一寡所在，找找到天然温泉，也有找到13大天然温泉。不过桃园区本地少年溪甲倒立温泉已经待伫图书内面找无啊。高雄六股本土温泉这间饭店，看山浸温泉享受分多金，也有一间以茶建做主题温泉山庄，准讲平常时来带房率也挖近5成。业者讲，民霸考虑桥重派去了后，经过将近4个月，最近生意明显有较好。知影市政府水利局公告，本土温泉已经找到天然温泉头，真欢喜，因为唔免阁烦恼民众疑虑。让客人知道我们的温泉是真正的源头下来的温泉，不然客人都会有质疑。让他真正知道说我们政府有做那个温泉源头。高雄关山区桃园少年溪、宝来一甲茂林的岛仔，真侪为温泉源头，因为莫拉克风台引起。市政府水利局去年6月重新启动温泉源头的调查，伫桃园、茂林、六股3区，拢总发现13位天然温泉头，分别是复兴温泉、玉水温泉、石坑、七坑、本土温泉。水利局伫温泉头维设保护区附近，会当申请温泉水权，也会当投资开发，不过离至少爱10公尺远。这种的规划也有业者烦恼，讲离伤远，引水成本伤高。哦，你可能要看路途遥不遥远吧？对啊，你如果路途很遥远的话，我去那边饮水也没什么意义啊。水利局表示，若是业者有这个需要，我来协助因申请水权，进行当地产业观光，希望水源头会当延续保存。记者综合报道。国城交流道因为桥墩的边境宽度拢超过55公尺，南投县政府3年前开始用当年68万的租金，甲高工局租桥下卡的空间，而且佫开3000多万打造一个立条园区，不过到当时也未对外开放。外界也烦恼讲，这空间是租来放咧翅膀。国道6号国城交流道桥山分天，捌予网络评选是公路背景头名。南投县政府开3216万，伫桥卡打造立条园区，但讲3年到今嘛还未开放，引起议论。这里的风景也蛮不错，对。那你希望它赶快开放？可以的话，可以尽快。上好是开幕啦，开幕阮在地毋正有迄个有啊，迄个。游乐设施还是弄啥诶？国城交流道有69支桥墩天条的，桥墩的宽度平均55公尺，再加上入口设计形正水，所以有桥山分天这个称呼。南投县政府以每年68万租金，甲高速公路局承租桥卡的空间，打造9公顷的立条园区。园区的设计规划，为装置艺术到生态实在，拢爱送去高速公路局审议，时间也捌中断，一直到去年中才稳定动工。福区村长是认为，疫情转好，看各地拢出现报复性旅游，当地人拢望园区会当早几日开放。报复性旅游，要是现在开放的话，应该会很多人会来参观旅游这样，因为还没开放，就很多民众在打听。原本在园区的步道里面去。也都是无障碍，但是厕所的部分也没有去设计到无障碍设施。那高工局建议我们这个部分也应该要考量到无障碍设施，就是朝友善的方式去建构。南投县政府指出，已经甲高速公路局申请执照，园区的厕所当地补做无障碍设施，整体工程挖近完工，一定上紧明年1月就当甲民众见面。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茶山西海花有山饼甲酸胡椒，过去长期拢有军事管制，所以一直保持本地面貌。一开放了后，成真侪游客去行搭，落尾有人是无公德心，为着要报路，伫咧石头顶面喷漆。环保团体认为讲，这款做的方式毋但破坏景观，而且无水准。茶山西海岸拄好是山海的交界，美丽海岸吸引真侪游客来爬山，但斟酌看山发现有一寡石头顶悬红喷红漆指引方向，而且是规个海岸拢有，互环保团体质疑是破坏风景。
早期大部分都是绑丝带啦，绑丝带我也不建议绑丝带啦。啊，还有早期的就是带像在钟乳石洞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喷漆啊，喷一点点而已啊，没有像这一次那么严重啊。适度的一些对方向的指引是还好，因为它也不是很大。实际来到现场，风叫做茶山阿郎伊的秘境，海岸一边是山壁，一边就是大海，眼前就一条直线的路线，无岔路，并无喷插指引方向的必要。而且安尼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会使处3000块的罚款。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表示会加强巡查。喷漆本身这个如果只用清水清洗哈，也不容易去除哈。那如果用其他的化学药剂的话，很可能会造成这个整个岩石的另外一种破坏哈。管理处当地想办法处理喷擦，不过其实这条路线因为地形主要是老高少，常常有石头落落来，而且悬崖差真大，有一定的风险。巡山义工嘛建议游客上好还是行有步道的所在就好，避免发生危险。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牙期关本地爱等到东济附近才较有乌鱼通好掠，不过伫10月下晡，家己埔地外海就渔民掠到要到4000尾的野生乌鱼，现场拍出来乌鱼子是水果大鼻，当地渔民也讲，唔捌看过人掠遐尼侪野生乌鱼。几下渔民无用咧处理网仔顶面的乌鱼，乌鱼的数量侪甲紧，真侪人来现场看。渔民讲，即个掠到野生乌鱼可能有4000尾。估计经验120万左右。你当掠到的？埔地外海只尔。哦，啊，当时出海去？会知啊，会知啊。哦。这乌鱼子一瓶差不多有6两至半斤。啊，这差有几尾啊？我得4000尾吧。家己区渔会表示，一般掠乌鱼的时间，大部分拢是伫东济附近。即个有渔民提早掠到遮侪乌鱼，毋但鱼啊大只，乌鱼子嘛真水，真正是真罕见。一般咱的海乌鱼吼，可能还阁过半个月、1个月才会出来啊。我今仔处理透早处理讲，钓，阁叫再袂转来，叫遮转来去斗载啊。我因阵来讲是算头批啊。感谢这个兄弟啦，这个兄弟啊斗骹手，阮也无，干那阮某囝也无在钓。当地渔民讲，伫6、7年前的时阵，捌有人掠过1000外尾，即摆也未到乌鱼的时间，就掠到遮济，真正是有够好运。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台湾的高病鹰数量全台湾无超过500只，算是保育类的鸟仔。台南市野生态纪录片的导演万俊明，这5年来投入生态纪录，嘛向林务局申请经费，招在地成立巡守队，希望会当有更加侪人来投入保育的工作。排起包袱，准备出发去记录高病鹰的生育过程。台南市野生态纪录片导演万俊明。2017年开始伫新化发现头一个高病鹰的收了后，追踪到达已经有5档。近期佫受到台南市农业局的委托，制作高病鹰生态纪录片，记录高病鹰做收、捕卵、生育等等。希望社会会当佫较明白这款特别的保育焦虑。整个台南市啊，应该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都有草鸮，但是它筑巢的地方还是着重在西拉雅草。生蛋，然后到它破壳至少要1个月啊，1个月它出生以后大概要经过大概2个月，所以3个月的时间，它一直要在这个巢区里面。高病鹰是一级保育鸟类，新型的面看起来那像破一边的苹果，外观真特别。全台湾数量无超过500只，为了保护这款罕见的鸟类，林务局今年开始推动生态记谱。台南市有菱角鸟和高病鹰列在内，其中高病鹰今年有9件的农户申请案。主要是唔使用除草剂和唔打鸟仔网，通过一件就发新台票2万块。另外也招募地方巡守队，希望会当预防也是随时通报影响高病鹰生存的威胁。巡守队的话，每一年的话可以补助6万块，每一个人要有巡守6次以上。生态的一个讲习要4个小时。可能遇到的困境，可能就是大家不了解他的工作性质，还是说他完全没有听过草鸮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还要靠那个宣导啊，然后再教育这样子啊。希望林务局鼓励成立在地巡守队，当年奖励金有6万块，不过到今年为止，高病鹰巡守队也未成立。万俊明也呼吁关注高病鹰的在地人加入，重视珍贵的保育鸟类。那台南市农业局未来会加强环境的维护，也会消除外来种的食物。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政府进行征收旧潭美国小要做社福园区，即马除了非营利幼稚园以外，搁再开放金发服务创新活力中心，内面要设7间的互动教室，要互时代来遮做教育。现在有椅子的，好像要坐，又回来。教练指导老大人安怎保健运动，这是台北市社会局最近开放的金发服务新创活力中心，内底1间教室。现在是不运动就是在走退步嘛，教练也不错啊，他就提供一些尝试给我。你可能会觉得肌肉有点酸酸的，但不应该感觉关节痛。有健身房、有社区厨房、手作教室等等，60岁以上的长者通伫遮交流学物件。这个间距可以吗？可以。市府利用来学旧潭美国小的场地，自107年开始整备，除了1楼的非营利幼儿园，甲3楼的健发中心，其他营地空间冇规划。未来还会有托婴中心和老人的日照中心，所以在这个园区里就是一个老幼共融，社区的不同年龄层的这个族群共同生活、共同接受服务的概念。社会局表示，东区社福园区的金发服务创新活力中心是市内头一个试办的所在，结合较多元的课程，和身体佮勇健的时代有所在行动。未来会佮看成效，继续推动持有营运空间的转型。记者陈雅文调随台北报道。伫咧云林岛内有一间中青食堂，提供社区的时代，逐工会当食一顿现煮的中昼饭。背后是有几大电子工伫咧斗煮，有人是关米，有人是棺材斗赞助，用家己的心机伫咧照顾社区的老大人。规鼎满满的苦瓜炒起来是真费工，另外一边嘛咧卤鸡腿甲炒豆干，同款是食大鼎。灶骹内底志工，大家拢无用试菜。这拢是为着要照顾云林顶西的老大人。切菜洗菜，很快乐。公开服务做侪人会忝无安尼啊？还好，因为我们镇西这个社区的里民很热心呐，这个义工很多，志工很多。咱的顶西哇，好温暖。咱每一天伫咱的厝3顿，咱就安尼做甲好，真辛苦，但是快乐来做志工，祝福咱这时代。云林岛内的顶西新启用的中青食堂，提供超过200位社区的老大人做伙来遮食中昼。这么大量的饭菜，拢靠志工发心来斗3工，甚至阁有在地人士也来寄付200公斤的米。哇，2轮的好米，这2轮的好米哦。米的部分啊，减开销，阮的菜就使甲煮较好，老人食，较有营养吼。啊，感谢咱这个所有这个慈善机关吼，对阮顶西的爱顾啦吼。为着互社区的时代，逐工会当出门行行咧，甲厝边头尾做伙食一顿小小的饭菜，互相关心陪伴。食堂的志工就算忝，嘛做甲真欢喜。希望会当继续传递这款互相扶持的温暖。记者综合报道。教大还阁伫咧发行，而且长期以来拢伫咧推广台语文的杂志《台文通信网报》。教大已经满30年了。对于1991年创立教大，也正做是有史以来上届久的台语文杂志。现任的总编辑陈鸿辉老师表示，后一个目标就是要将网报电子化，拍入去少年人的市场内面。当年南定埔是全台的高雄市上闹热的所在。暗时7点外，读册会成员轮流读台文通信网报的内容。安尼读册会虽然因为疫情人数减超过一半，不过对20岁到50岁成员拢有，而且已经举行15年外，一路对台文通信行30年的始终读者，肯定在长期以来的台语文书写推广。语言啊，文理这个主体性，会踮喺咱心内有一个定位出来啊。最后，我感觉上重要就是一个讲，咱台湾人会使用家己的语言写作文字、写作文章，家己来读，这是真重要。掀开这篇1991年踮洛杉矶创刊的台文通信创刊号，当时的发行人兼总编辑李良光先生写着对普及台文的愿望，希望台语文会当像火种，记录咱身躯边大细项代志。台文通信对海外同乡会创的刊物，到台文通信甲台文网报，含即阵咱看到的台文通信网报，对语言保存、民主人权、性别平等
等等的议题，拢有写着。台语写甲华语写有啥物无共？有愈来愈侪少年朋友来理解。然后我想十字就是希望我会当对时代行，就是讲时代，即摆这个时代，即摆这个社会有啥物款的议题？当然，我嘛是需要来转换，就是讲数位化啊、电子化，互大家接触甲认捌咱的这个语言文化。民间已经做遮多啊，我感觉政府的责任伫遮，就是你爱放搁较侪资源，搁来请你尊重台语文的专业，互因较好的台语。啊，希望有一天台语文会当正经就是自然甲其他的领域、其他的语言、其他的科目来竞争。无即马拢干那是咧剥削即个台语文即个运动者因的热情。柯惠如表示，虽然国内已经有国家语言发展法，不过政府伫咧落实台语文标准化和分配母语发展相关的资源，母语要是无通和英语甲华语比拼。伊希望政府着爱系统性规划执行，卖互母语发展正做口号。记者民进霍凯、曾海文台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